由南区区公所举办乐活昆戏湾的活动，今年已经迈入第15档，轮流伫个昆新、喜洲甲湾里地区来举办。今年拄好伫个喜洲地区，加上万丰宫12档一间的3条王石大典，以及台南建城400档的历史。今年的活动更加融入规石的祭典，有考证记号送平安菇的糕点，以及庙方赞助超级优惠的板凳料理。今年昆喜湾活动已经迈入第15年，那今年的主场主要是在我们的喜树，那适逢台南400年，所以我们今年的活动又把台南400结合进来。那除了原有的主场那边有一些丰富的表演节目以外，那我们也利用小旅行、轻旅行来做一个3D 的一个串联。那今年我们又特别配合台南400，提供了400只的平安龟，在每天，应该是说23号、24号2天下午的3点，我们有一个祈福敲钟送平安龟的一个活动，欢迎市民朋友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。今年由喜洲万隆宫，由喜洲万隆宫来做主场的，多配合着咱万隆宫台南400年，万隆宫甲新年，这个明年的做笑。阮这个主场的风味餐哦，特别是用12档做一颗石多优待，5000块优待1200块，3800为迄个优惠的价格。我相信大家都踊跃来参与这个今年3月23、24的这个。迄个昆喜湾的活动，24风味餐由阮大庙伫大庙头前来，规个活动拢伫大庙进行，即个头前来做迄个农产品特展摊位特区，拢伫遐。昆喜湾的活动由着地方团体来投入，结合地方文化加产业的体验，不但活动充满深度加趣味感，而且透过形象的包装加创意的优点，市长黄伟泰伫个上午的活动宣传记者会中。好有市民千万袂用的来错过。澎湖有外婆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但是我们台南有昆喜湾。事实上，不仅是好吃、好抓、好玩，那还有很多小朋友的亲子活动。那所以昆生喜树跟湾里实在是好吃、好玩、好逛那好买的一个好地方。我们希望说，这15年不仅是形成一个传统，更要出现很多的新的创新。所以我们有这个陶艺展，还有很多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的这个亲子活动都会在这里展开。所以23、24欢迎大家一起来，而且一定要来。3月23、24昆喜湾等你来哦。看到这摆满规道的风味料理以及地方的创意商品，2024乐活昆喜湾的活动。将伫个这个月23、24两天，伫个喜洲万丰宫的广场来举行。想要品尝风味餐的民众，会用个向南区区公所来报名。每道优惠价格是3800块，限量只有100道，报名就要紧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